技术权。动技术权。感谢我们泸州青年协会全体成员为我们今天所在的器材辅助表演那等一下我们会恭请下一位的副秘书长王千里先生为我们讲解技术权的由来跟他诠释。大家下午好！哇，非常热情。我们是来自大陆福建福州，我们是福建省技术权协会代表团，很高兴在阳春3月受邀前来台湾参加你们的活动。下面我们慢慢的向大家叙述我们技术权的故事。技术权它是一个以地上为主要冲突的一个程度。大家刚才在前面机器人110秒里面看到了他们怎么是在地上翻滚啊。好，那么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个人对了当面的动作来慢慢展现给大家。好，欢迎林斌先生为我们带来技术权表演。技术权，这个技术权法，俗称拱权，是福建7大权属之一。技术权擅长于地面的技术，所以它下场的动作特别多。它这些动作要会做到急、疏、轻、便、小、硬。其次，技术的铁腿功
所谓的天手功，就是练习自己的下肢胫骨和内踝的艺术，这也是技术的必杀技。好，来姐，热烈掌声鼓励一下。这位林军先生，岁数也不小了，今年58岁了。我看看，哎，真说明。好，下面欢迎郑寿干先生。阿波王狗的机理敏捷、灵活、刚健、迅猛，上与宽、稳、突、衰、减、分、快、妙、壮、形成的独特的风格的程度。好，谢谢。好，下面欢迎陈准生先生为我们带来技术和表演。陈先生今年66岁了，待会儿大家看一下，他五体可达，像66岁吗？66岁。来，今天在座爱用这些花枪，香，好来干，前面后。技术神，你落地注意发挥自己的心，有如鱼得水之感。他不光注重下盘的功夫，也注重手上的功夫。他以上中下三盘融会贯通的唤醒基本的男神球网，以我多变的配合之王，有你下盘回旋。好，来宾们，掌声为他鼓励一下，66岁的陈师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好，下面为我们大家带来表演的是我们的女侠陈碧珍。技术神，王女你好，你拿着白点啊，由你尼姑4月大师所创，随着最早时候，这个技术神是女人念的，因为女人的身体比男人弱，所以说他的技术注意往败为胜，败中取胜。在被打倒地下的时候，不要轻视女人，她会知道地下的功夫的。好，掌声。我们技术神要着所讲的手法落地成车连，天幕黄的起伏层，踢脚猛出剑无形，身体滚板见其人。好，加油！这陈小姐今年年龄已经50岁了，
啊，50岁了还这样子这么轻言打字，他的武功。哦，健康健康。来，请掌声鼓励，加油！是，棒。好，下面欢迎郑立波上场。他得以加入归中派系，因为地域在古中，与长江以南，就以南城地中。代表地主者是模仿者的格斗演变纯属，处在反身下一层的特点中。好，加油！哦。以身助威，以屁推力，这是我们地组合的特点。刚才表演的动作叫做朝天蹬。朝天蹬。来，请热烈掌声！哇，这个师兄啊，表演很不错哈，啊，真的很不错。谢谢这几位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地上功夫。下面为大家带来的功夫是陈甲先生与陈大家上场。陈甲先生主要为我们展示了地主者的大中盘的功夫，大家等一下从他演练的套路中就可以看出来。打法稳实刚稳，以身体力来表达他纯粹的刚劲，长途之干，又有动作灵活多变，潇洒，以及一神，表达什么叫轻打飘逸之感。还有第五种一个自然飞然，自北微北，是说。谢谢陈凯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表演。好，下面为我们表演的是我们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小姑娘，现在还是个大学生甘草。哦。她是利用业余时间来进入地主城的。期间，她的老师、她的家长不让她学，担心她为了去学习功夫的时候会影响到学习成绩，然后通过地主城的训练，不但提高了成绩，也提高了他身体的素质，可见咱们的地主城对学习是有帮助的。来，好，为再次掌声哈！啊，非常感谢啊，这位小美女哈，我为了别人说漂亮啊，这么好的功夫哈。好，谢谢，非常感谢。大家都很奇怪啊，我们这次来的人岁数就比较大，告诉大家一下，我们代表团的成员平均年龄是53岁。下面我们将欢迎我们年龄很大的爷爷辈上场，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技术人，欢迎陈学龙。年龄很大。陈先生今年66岁了。66岁。
让我们静静的来享受这位陈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地主神。掌声在哪里？给我们陈先生、老爷爷加油跳！好，来掌声加油！这把联系真的不简单哈，这不简单。节庆光棍，放风跳跃，这是我们地主神的特点。谢谢，谢谢陈先生。欢迎跳跃。感谢我们陈先生哈，跟阿公有先生哈，跟相当的努力相当的努力非常感谢您啊。好，有男的，必须有女的。好，欢迎我们的老小姐陈淑玲上场。为大家带来个混数。朋友们，你能猜得出来他的年龄吗？60。告诉大家，66岁啊！好，不简单，棒，太棒！66岁的年纪，看起来像36岁这晚年青晚年青的老前辈，大家几个掌声掌声鼓励，加油一下！外国人也来看看，外国人。掌声再给他鼓励一下吧。对，老小姐加油！通过6天的每天2场的演练，我们代表团由于年纪都是很大的，大家都有产生疲劳了。如果有点失误的话，大家还是以掌声给他鼓励。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年纪都66岁其实看起来像36岁而已很高兴能有保持住身体，真的很健康恭喜你好，下面欢迎陈建川带来地主神。这边介绍一下，场上拉皮的各位师傅。但我一动不动的在这今年70岁了，家长们加油一下！你看他脸色很好脸色很好，很红润他晒太阳，好像光头一样。我晒太阳晒那么久，都不会晕。70岁，头发那么多，头发还黑黑的。地主神的手法，留给我们身体修炼。观察时或坐或爬或跪是进攻女皇的第几步，演一出要完整的体系。为何？流行武装罗汉盘腿，合掌头撞变乌鸦嘴，看像吗？不提龙提南宫不少这个兴奋式。然后他在地上都是模仿狗的动作，用这个脚跳起来，这个动作叫狗撒尿。狗撒尿。来，热烈的掌声！好，下面欢迎团千里为大家带来第5届。现在为我们所表演的是我们
福建省泸州技术学协会的副秘书长王天宇先生，我们还是以热烈的掌声来帮他鼓励鼓励我们王副秘书长为我们做热情的引申。来，掌声鼓励！为我们王副秘书长加油加油！来，我们在热烈掌声为我们王副秘书长做最热情的加油！感谢我们王天宇副秘书长为我们所带来这么精彩的武术表演。来，掌声鼓励！现在咱这个插播广告插播广告咱邀请咱在咱屏东县万丹咱管家上钢筋等下后日节目来招你请咱上钢筋这成员伫咱庙埕聚合伫咱庙埕聚合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好。